嘅2001年第3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，現在開始。首先請香港教育機構教育發展總監楊業忠校長。早晨，歡迎大家蒞臨出席2011第3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頒獎典禮。我哋希望各位得獎同學可以持之以恆，再接再厲，喺未來嘅學習生涯裏邊繼續努力，做一個各方面都均衡發展嘅好學生，為我哋社會、為我哋國家作出貢獻。亦都要再次多謝各位小學校長、老師嘅支持，共同推動培育優秀人才嘅工作。亦都要多謝勞苦功高嘅遴選顧問，給予寶貴嘅建議。都有突出表現嘅學生被獲選為傑出學生。而家有請香島教育基金主席葉燕平先生為我哋頒獎。下個開始今日學校宜生活。香港大學學院賽馬會小學鄧思羅、勵志會梁李秀儀紀念小學女型選同學。多謝主席請議員支持。現在請得獎人同學們舉起雙手。